Hello， 我哋係陪你一齊去旅行嘅喵兔自由行，呢個幫你 plan 行程系列會將我哋福岡 vlog 去過嘅地方整合為精華版攻略。今集有我哋福岡北九州漫遊團第8、9集嘅景點簡介、美食推薦到超詳盡交通方法都一一同你分享。目標係任何人睇完都識去識玩。為咗方便你，我哋已經為影片分開章節。如果幫到你嘅，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、留言或 emoji 我哋，等條片可以俾更多人睇到，從而幫到更多團友。福岡拉拉坡係有超過200間商店嘅大型購物娛樂中心，距離博多或機場都只係約20分鐘車程。最標誌性嘅就係樹立喺門口嘅1:1 New Gundam， 打卡影相必嚟。入面除咗可以食嘢、買衫、買鞋、買模型之外，仲可以去動物 cafe 零距離接觸水豚同各種動物，或者去 VS Park 同朋友出身汗玩盡各種遊戲。嚟拉拉坡足夠玩一日。想知有咩玩，歡迎睇返福岡北九州漫遊團第8同第12集，入邊有較詳細介紹。由博多前往就可以跟住呢個博多口方面西嘅指示行，去到出口轉右就會見到呢棟博多巴士總站，喺1樓嘅13號乘車處上車，搭44、45喺那柯五丁目落車，落車之後向呢個方向行1分鐘，喺呢度過對面馬路就係啦。而 L 車就直接搭到總站拉拉坡落車，回程返博多就喺呢個位嘅巴士站上車。3架車嘅車程都係約20分鐘，時間表可以 cap 低以上嘅圖參考。班次可能隨時有變動，一切以官方公佈為準。電車嘅話，車程只需3分鐘，但落車要行約10分鐘。不過好易行嘅啫，唔使驚行錯，我嚟帶你行。方法就係搭 JR 鹿兒島本線喺博多站5至7號線上車，搭1個站喺竹下站落車。之後一出站會見到掛住呢塊牌嘅天橋，行落去喺右邊樓梯落，向呢間花林堂方向過馬路。沿住呢條大路一直直行，嚟到呢個位過條小馬路，繼續沿住大路行，唔好亂咁轉入小路，就冇可能行錯㗎喇。總共行大約9分鐘到就會見到拉拉坡。不過呢邊入口見唔到高達嘅，高達喺拉拉坡嘅另一邊，可以穿過商場行過去。從天神搭巴士前往有2個站都可以，第一個可以喺地鐵天神站東1A 出口，行前少少嘅天神北巴士站9A 站牌搭46L。第二個就喺天神站嘅東11出口隔離，或者天神南站2號出口，喺呢個方向行1分鐘。喺天神大院前巴士站4A 站牌都係搭46L， 搭到去終點站拉拉坡落車，車程約30分鐘。而天神搭電車都一樣要搭到去博多轉車再行嘅。想搭電車嘅可以睇返上一 part 點樣從博多搭電車前往。雙島離博多市區約17公里，島上有神社、龍王石同積石重群等小景點，但雙島以貓島而聞名，主角就當然係呢度有超過200隻親人又可愛嘅貓貓啦。嚟到雙島可以去平民食堂食新鮮刺身，之後沿海邊同貓一齊散步，享受超治癒又寧靜嘅氛圍。想了解多啲嘅可以睇我哋第9集嘅 vlog， 想齋睇貓嘅就睇雙島之貓圖鑑啦。由博多前往方法係先搭往門司港方向嘅 JR 鹿兒島本線，車程約16至20分鐘，搭到去福宮大前站落車。喺車站行落去一對出就會見到呢個巴士站，搭1號巴士去到雙島渡船場落車。要留意呢架巴士有別於福岡其他西鐵巴士嘅係只收現金，同埋喺車頭上車中間落車嘅，車費係100 yen。到站一落車隔離就係碼頭。入去買飛，以我經驗會有人幫手，冇嘅話都係撳機嘅啫，唔難買嘅。由於船嘅班次唔多，所以為咗唔好浪費太多時間等船，所以就需要夾返巴士同船嘅班次。
建議可以搭以上呢幾班由福工大前開出嘅巴士，就可以唔使等咁耐船，或者再懶啲，可以直接跟我哋搭嘅呢個班次，即係搭平日11:04，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就11點由福工大前開出嘅巴士，將會喺11:14到達新公港嘅雙島渡船場，再轉乘11點半開出嘅船到達雙島。可能船公司都知好多人會夾翻巴士同船嘅時間，所以我親身試過巴士塞車遲咗10分鐘，架船都會等埋喺巴士落車嘅人買晒飛上船先開嘅，所以遲咗唔使太擔心要喺度等成3個鐘坐下班2點半嘅船去雙島。由雙島回程就可以喺一出碼頭嘅右邊行2分鐘嘅雙島渡船代合所買飛。回程時間表就可以參考呢張圖。時間可能有變動，一切資訊以官方公佈為準。連結會放返落資訊欄。雙島入面都有餐廳，其中我哋食過嘅呢間遠山食堂都唔錯。餐廳食物款式唔多，有心形嘅可樂餅定食同海鮮湯麵，仲有最受歡迎嘅就係刺身定食，都只係1690 yen。刺身定食嘅飯會用海鮮熬煮嘅特製炊飯，而刺身係用雙島當日捕獲嘅新鮮魚類製作，所以刺身款式會因應季節而變化。食堂營業時間係11點至5點，星期2、3休息。餐廳位置其實就係買回程船飛嘅雙島渡船代合所隔離。前往方法就係落船一出碼頭轉右，行2分鐘到會見到。因為雙島喺 Google Map 入邊冇街景圖，我 show 唔到俾你睇啦。不過好易揾嘅啫，唔使擔心。福岡其中一樣著名嘅料理就係水炊雞鍋，即係雞肉火鍋料理。最大特色就係用雞骨長時間熬煮出濃郁雞湯，再加入雞肉、蔬菜等等，味道鮮甜濃郁。我哋分別喺福岡北九州漫遊團第2同第9集都食過，想睇多啲嘅可以去翻我哋嘅 vlog。而呢間介紹嘅博多水炊鍋專門橙，就係 Tabelog 水炊鍋分類入面最高分嘅一間。前往方法就係搭電車去大蠔公園站5號出口。向呢個方向行大約3分鐘，直到見到呢個過路處，喺呢度過馬路，然後喺呢個路口轉入去，再行前多少少就見到呢塊細細地寫住橙嘅招牌就係啦。佢哋開門之後個樣就係咁嘅。想食嘅話記得預約啦，連結會放返落資訊欄。今日嘅小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係同你一齊去旅行嘅喵兔自由行，請訂閱我哋 channel，下次見，拜拜。